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今日整嘅係雞肉春卷，我哋會用到以上嘅材料。先我哋會將椰菜切絲，椰菜硬身嘅部分我哋切走佢先。切咗絲之後，我哋再將佢切短啲，放喺個大盤裏邊，將紅蘿蔔刨絲。同椰菜絲放埋一齊，放入大概4/3湯匙嘅鹽，將佢哋全部攪勻。鹽係可以將啲水分逼出嚟嘅。放埋一邊，等10分鐘啦。將啲雞蛋打散佢，燒紅個鑊，落大概1茶匙嘅油，將蛋液倒入去，然後將佢哋鋪平，全程都係用中大火將啲雞蛋煎熟，將蛋嘅邊緣輕輕咁拉鬆佢。將蛋餅倒佢出嚟，切成蛋絲，洗乾淨芽菜、冬菇，將佢切絲，煲半煲水，落1茶匙嘅鹽落去，放入雞肉，煮大概10分鐘。洋蔥去皮切丁。雞肉已經煮好咗，我哋拎佢出嚟攤凍佢。椰菜絲同紅蘿蔔絲，我哋用手將啲水分攣佢出嚟。亦都可以試下另一種方法，將椰菜絲同紅蘿蔔絲放入去豆漿袋裏邊。然後用力咁將啲水分壓佢出嚟，倒出嚟之後打散佢。雞肉先切絲，然後再將啲雞肉切碎。
燒紅個鑊，落大概1茶匙嘅油啊，將啲洋葱粒炒香，洋葱粒炒香咗之後，就加入雞粒。加入1個湯匙嘅生抽，半個湯匙嘅蠔油，放入冬菇絲同埋半個茶匙嘅糖，適量嘅胡椒粉，將佢哋攪拌均勻，然後將芽菜加入去。椰菜絲同紅蘿蔔絲都加埋入去，將佢哋全部都攪勻，將佢哋翻炒大概6到8分鐘，倒佢出嚟，放到完全凍晒。啲菜完全凍晒，2個湯匙嘅水同埋1個茶匙嘅麵粉，將佢溝勻去，用嚟封口，都已經準備好啦，可以包春卷啦。預先我哋將啲春卷皮撕開，放上適量嘅餡料，大概2到3湯匙啊。蛋絲同埋蝦放喺上邊，將春卷皮包上，將兩邊接入，然後再捲上去，喺收口嗰度掃上麵粉水，然後將兩邊撳實佢，捲上去。其餘嗰啲用同樣嘅方法捲埋佢。倒入半鍋嘅油，將啲油加熱到90到110度，輕輕咁將啲春卷放入去，每邊大概炸2分鐘，盡量將啲溫度保持。兩邊都有少少金黃色之後，就將啲春卷拎佢出嚟。將油溫加熱到190到200度，將春卷再放返入去。每邊再炸大概15秒，咁樣係可以將啲油逼出嚟㗎。跟住將春卷放喺格西上邊，